今年呢，本北北太水大块嘅平论故事扣掉团内部，虽然已经重建好诶，不过也新做嘅部，唔係對老農海豚出口海港街嘅蔬菜開始嘅，係向水面1公里嘅蔬菜，等於老農海岸時含有1公里嘅河岸模布，當地鄉親都有人手工，下200有會北太水。總長2.5公里嘅羅農海扣料堤防重建完成過後，今後喺高速提起防水範圍建設疏忽成。不過因為堤防嘅起始點並唔係對羅農海同出口海交界嘅蔬菜做起，故所鄉民擔心一旦冇做堤防嘅缺口，假使有太水彈入來，規個高速鄉路會盆水浸嗆嗆。啊！你辦強都強嘅上游嘅部分冇做好起來啊！太水安尼離我好嚟，對個高速鄉咧，都安尼啲嘅新豐啦、太近啦、太近新豐海建行吼扣料一片，那高速下攏一開到會被流走。針對鄉民嘅受理，負責去扣料堤防嘅鐵切河川局表示，因為嘢嘅蔬菜屬於高灘地，同時又係出口海同羅農海交界嘅蔬菜，故所在推暗效應同水流牽引嘅雙重影響之下，會做太水嘅機會其實相當嘅大。左口溪跟老龍溪會相抵觸，所以整個老龍溪的水會被推到下游來，所以那邊暫時不會有安全的疑慮。切河局表示，雖然呢個地段暫時冇安全嘅顧慮，不過為了消除不安，切河局也係會對明年開始編預算，按照堤防2天線布滿緊格嘅缺口，本數到800水範嘅居民唔好再錯驚。客家新聞陳文廉屏東報道。